国防部为了要强化军官士官心理健康韧性，营造优先这场环境，参考公务人员请假规则，预告要修正国军军官士官请假规则，替这军士官增加3天的薪薪调息假，唔免证明，而且在顶时也袂当拒绝。 创下历史上上长的10天9暝汉光41号演习落幕，部队无分日夜极限练兵，合作强军进犯。不过因为军中当年的高压环境，国防部为了强化军官士官的心理健康韧性，即阵预告修正国军军官士官请假规则部分条文。军官士官当年增订3天薪薪调息假，明定宽照主官袂使拒绝，而且唔免减负证明。修正条文课证公告收整意见中。 让国军弟兄姐妹自己感觉到需要休息一下、喘息一下的时候呢，可以直接请假休息3天。那而且明定主官主管不得反对干预李伟肯定国军营造优先这场环境，国防部回应是参考公务人员请假规则，同款嘛是今年增订3天的薪薪调息假，全国差不多32.3万公务人员得到好处，目前已经送考试院审议，上紧今年年底前上路。必须注意的是，国军这届的新增加薪薪调息假，敢若适用军士官，基层士兵无包含在内。边线比有4%几的、5%几的、60%几的。 离标准的80几差得非常远，这代表什么？很多事情没有人来做，那一定会影响到正常的休假，连正常的休假都被影响到了，你还要再加3天的假，这要看我们国军各单位、部队基层执行起来有没有困难。 另外，对于发放慰劳假补助费这个条件，国军也参考公务人员的规定，原先军士官当年累计请慰劳假7天，会当请领慰劳假补助费。新规定改做至少要请10天才会当请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